大家平安，真欢喜大家来参加台湾通信读册会第9回。我是鸟豆，阁有甲我做伙主持的小甲阿明，小甲较等倒来。这个读册会会逐礼拜举办这个读册会的目的是要催促大家讲台语、写台文，毋茫大家讲家己的母语。前8回读册会内容已经整理好啊，毋过才有真辛苦去了这个读册会网站，阁有阿明小甲的录音制作，为着要搁较好催促台文、台语甲台湾通信这本册，甲前8回读册会音档做成 YT 的影片。为着要互大家较方便用手机收听，搁伫读册会网站，互大家会当用 Podcast 来收听。网站的网址搭伫个空间顶面，欢迎大家去网站看卖。还阁有读册心得发表问题，若是有人感觉读台湾通信30档寄人特刊，有啥物感想看法，会使写你的读册心得，发表伫咱读册会网站顶悬。读册心得，请大家用台文、罗马字还是汉字拢会使。即礼拜继续读台湾人就爱甲醒啊，作者是宋传胜牧师。这篇文章伫台湾通信特刊，今仔日为第417页开始，线顶第63期第5页开始。若是有时间，会使搁读一篇白话字的底文。立场地量更先摆。这篇文章伫台湾通信第366页开始，线顶第49期第8页开始。无册朋友会当伫空间顶面，或是会当找到这篇文章的连结。感谢大家来参加这个读册会。若是想要做伙读的人，请举麦。这篇文章咱顶礼拜读到第10趴，要为第11趴开始，就是为第417页。11趴、12趴开始，这2趴较短。敢有人要来读，还是较短我先来读。我在讲新的台湾人是啥物款的台湾人，甲醒的台湾人，甲醒的台湾人是啥物款的台湾人。头一项，新的台湾人甲醒的台湾人是无中国情结的台湾人。那伫这个定义下面，到底即马伫台湾在左右政治的人，无论是国民党也好，无论是民进党也好，有偌济人是无中国情结的台湾人。你若是无中国情结，你毋是我咧讲的甲醒的台湾人。虽望你出世伫台湾，你食台湾米，啉台湾的水，你毋是新的台湾人，你是旧的台湾人。无中国情结的台湾人，才是甲醒的台湾人，新的台湾人。以上，感谢。我讲有倒位音读毋对，还是大家有啥物事要提出来讨论一个吧？迄个418页418页，你是旧的台湾人，无中国情结。感谢。用一个讲一摆是情结啊。我情结啊，情结，这我嘛无做确定的呢。这是我会读情结呢。情结吼，因为若照迄个字面意思讲起来，就是对中国的要安怎讲，对中国有幻想嘛，有一个迄个情结伫咧嘛。感觉阿明讲的安尼较对呢。书店我有查书店啊，书店是讲情结对啦。好，安尼，敢阁有技术要讨论？若无我煞落去读。好，感谢你。第2项，新的台湾人甲醒的台湾人是啥物款的台湾人？老老实实的台湾人，老老实实的台湾人。咱今仔日伫少年52年前消失的台湾的精英，有时阵伫软食的时阵会想象。我知影历史袂当倒转过去，历史是无情的物件，不是向头前在流。若亲像客流，无一个气力会当互历史倒转流，无一个气力会当互溪水为溪尾流到溪顶。伫即款软食的时阵，我会想讲，世事若无228的代志发生，搁一个世事，1945年8月25，第2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结束的时阵，台湾伫迄个时阵若独立起来，即马咱的台湾一定是非常无相像的台湾。这是软食的事，在回想过去无可能的代志。当时的台湾人是老老实实的台湾人，脚踏实地的台湾人。总是伫50年来，台湾人互中国来细菌，甲咱食，甲咱腐化。咱毋知到伫今仔日，
咱伫台湾所看到的社会乱象，贪官污吏、选举舞弊，这个事是50多年来，这个中国细菌甲咱危害。所以我捌写过文章讲，台湾即马是一个精神病院，大家拢破病，你也破病，我也破病，所以毋知影啥人伫破病，连精神科医生嘛伫破病。若要医这个病，有啥物法度？台湾人觉醒起来，成做一个新的台湾人。伫迄个时阵，咱的精神病会自然解消。台湾人就要觉醒起来，成做一个老老实实的台湾人。以上。感谢阿明。阿明读个即趴，大家敢有啥物意思要讨论？迄个软弱，阿明拢读软正，要请教大家对即个软弱甲软正即两个词有啥物感想？我是讲我感觉软正较大意气，软弱敢若较化。拄则这就有只手。对有举手，我歹势，对我无看到，请讲。迄软弱代志我哪有收啦，所以讲嘛无介怀以早就有咧讲。过来一项趣味的，软正伊嘛是写软弱即两字，所以两个拢对。是安尼。感谢着。敢会使请问大家，恁拢是念 K 老啊，还是念亏老啊？我是亏。亏是全音对无？对啊。这样诶。我嘛是读 K 呢。我是读 K。K 一票。感谢大家 K 较多。刚刚有啥物意思要讨论？即个贪官污吏哦，安尼念敢对？贪官污吏吼，好感谢。感谢对，感谢两字，感觉有。无咱后一趴，第14趴，啥物来读？第3项开始。我来读啊。感谢翁公姐。第3项，觉醒的台湾人，新的台湾人是啥物款的台湾人？是有大有细的台湾人。即摆的台湾人是无大无细的台湾人。若关系利益的代志，关系我的私利的代志。天毋惊地毋惊的台湾人，非常危险的代志。你若为着利益，头寸甲互人捡起来嘛无要紧的迄个程度，我拢会拄着伫中国做生意的台湾人，因非常怨叹，侪风险，侪危险，侪受冤屈的代志，总是嘛是继续得去。现在台湾经济的溃烂，已经互中国甲咱控制去，这是台湾真大的危险。最近我参一位台湾相当大的企业家谈话，伊伫中国发展侪企业，将来经济的希望伫中国，毋是伫台湾。台湾的经济已经对落伫最后的时阵啊！我心内底想，若是安尼，你安怎要搁住伫台湾？要觉醒的台湾人，有大学教育，有博士学位，生理做遐尼大，世界看遐尼济，总是关系台湾的代志，以家己的利益占优先，这是无觉醒的台湾人。我真烦恼，台湾会受这个人来出卖，台湾人着觉醒。以上。感谢翁公姐。翁公姐读的即趴，大家有啥物意思要提出来讨论？马云再讲。大家好，我是马云，就是照理条嘛吼，所以第5抓头春到互人垂落去，垂起来，垂起来应该敢若是涨啊，啥啦不管，吼，然后后壁第5抓，你安怎要搁住踮台湾？然后做甲遐尼，这搁一字敢若啥？好，应该是新技能字。OK， 感谢。感谢马伟。迄个水吼，毋知大家有听过水计社无？我捌听过水计。都杀价艺术嘛，太极艺术嘛。
我真正是毋捌听过，是阿明讲我才捌听过安尼。啊，你台语，哦，用是要讲话。即个水吼，你像讲你摕刀啊，你若像讲摕悬悬，甲粘落安尼叫剁。哦。啊，你若像讲摕刀啊，怎啊甲刻咧，甲字落，字挂上，安尼叫水。感谢。嘿，对。就是要讨论一下吼，因为这写这吼，敢若是伊无轻声，系啊。啊，较拄啊读即拍的同尾啊三纸，伊若无轻调吼，是毋是爱念总是？啊，你若有 double heaven，总后壁有 double heaven，再念总是，嘿，以上。感谢两字。啊，大家感觉艺术要讨论。迄个王屈，拄则敢若毋是读王屈，我嘛袂记读啥。感谢第六，感觉有，吼，安尼第15趴，第15趴，敢有啥物来读？我来读好哦。感谢第六。第4项，觉醒的台湾人，新的台湾人有道德良心的台湾人。你甲看，现在台湾，咱咧讲美丽岛，实在台湾毋是美丽岛。台湾是一个污秽的所在，垃圾的所在，高雄的水无人敢啉，就去买矿泉水来啉。即款的所在，台湾的农地已经拢变做工地，台湾的河流污染到啥物程度，这咱拢知。我有一个朋友转去台湾看看咧，安尼讲，若有可能甲台湾拢毁灭掉，重新来做起，可惜无法度。到底即款的程度，咱所呼吸的是垃圾的空气。咱所啉的水是垃圾的水，原因伫啥物所在？台湾人无觉醒，无道德良心的台湾人，50年来受中国骗困，甲咱的道德良心已经麻痹啊！我想这是台湾真大的危机。抑阁一项，觉醒的台湾人是啥物款的台湾人？新的台湾人是啥物款的台湾人？会晓做台湾梦的台湾人，台湾人真够做梦，讲到这。咱也淡薄仔扪心有愧咧，咱也是做美国梦，台湾人真爱做美国梦，咱也是做大大细细的美国梦来到即个所在。等到即个时阵，台湾人啥物梦都会做，去到世界逐角落拢有台湾人，新加坡梦、澳洲梦、纽西兰梦，倒个梦拢会当做，独台湾人袂当做一个梦，袂当做台湾梦。即使台湾人若要搁恢复做台湾的民梦的规律，台湾无远梦。啥物政讲起来，即种嘛是无远梦。觉醒的台湾人，无论你是年前来伫台湾的原住民，也是300-400年前过来的荷兰人，也是客人，也是4-9年对蒋介石的军队过来的外省人。即使你若袂晓做台湾梦，为着台湾的幸福来赌博的时阵，你毋是觉醒的台湾人，你是假扮的台湾人。你检查讲是新台湾人，总是你毋是新的台湾人。台湾人着觉醒起，你我来做台湾的民梦。好，安尼。感谢第六读的这2趴，大家敢有啥物意思要讨论？我敢会使请第六个读一摆迄个艺术的呼吸，你拄则是安怎讲的？呼吸无？呼吸。敢是我毋知。其实我嘛毋知，所以我听你安尼读，我甲你讲，这个词，大概看着我拢去想着迄《鬼灭之刃》吧，内底毋是啥物那呼吸，啥物呼吸。哦，这刚在座的刚有人会使。我爱念呼吸。呼吸。毋知敢对啦。啊，我嘛办段现书证。啊，你啥物是啥物很一个？哦，恁很好啦，老岁人听得。啊，我很好咯，呼吸对。呼吸到优秀，呼吸个迄个有话要安怎有哦？有第2条呢？有话的所在。第3条。有是第3条。啊话咧？话嘛第3条。有话好，感谢。啊，有话这个字
无别款的讲法，我会讲未遂。迄就是迄个病毒喂来喂去的话啊。未遂捌听过，下世敢若嘛捌听过。拉三我较早毋捌听过，大家有用即个技术。拉三，拉三哦，拉三。啊，搁迄个，咱也淡薄仔问心有愧，问心有愧。较早这字念有愧，啊有愧，我是感觉有愧，你若读迄个文读音，敢若较接听人要讲。啊，感觉有啥物意思要讨论？啊，搁有一个哦，迄个要请教一个，伫上尾啊，这是搭迄个多模还是多苗？这两款拢会使，拢会使吼，好，感谢。啊，感觉有意思要讨论，第二读的即两趴，无吼，安尼17趴，敢有人啥物来读17趴？我来，大概好，歹势吼。最后一项，新的台湾人，觉醒的台湾人是啥物款的台湾人？新的台湾人，新的台湾人，毋是不是头壳咧咧，毋是不是目头角角，忧愁满面的台湾人，是头壳举起来，胸坎挺起来的台湾人。现在台湾人伫国际上敢会使抬头挺胸？讲到这点，最近我有真见笑的经验。无偌久以前，为竞争新生去访问台湾，伫要离开台湾的记者招待会，伊讲一项，互我真见笑。伊讲：恁台湾人民毋通惊北京政府，我伫中国为着中国的民主咧奋斗，我都毋惊北京政府。是安怎？恁台湾人有2100万咧惊北京政府，咱就需要中国人来甲咱讲，恁台湾人免惊北京政府。这有见笑无见笑？台湾人着爱觉醒啊，爱抬头挺胸，伫国际上互人看会起。去年7月，我有机会去纽西兰，伫遐有甲纽西兰的首相谈话2点钟，我讲首相。我是毋是要来爱你的政府来同情台湾的处境？我知影恁甲中国有邦交，我是要甲你报告台湾民主化的过程。台湾伫2-3年的中间，可能台湾人民会出声来讲，阮台湾要成做自立、自主、独立的国家的时，是经过民主的程序来做的。我知纽西兰是民主的国家。我爱恁来注意这项代志，望恁的支持。伊甲我讲一句话：阮是民主国家，恁台湾人若出声来表示恁民主的意愿的时阵，阮无理由无支持恁。我想，世界民主国家心内照我所知，是真赞同咱台湾民主化。总是台湾人民也要出声，伫民主的社会，人民若无出声，就无准算，也是无做算，无准算。敢毋是安尼？某一个政权出声，迄无准算。若是讲台湾人民，无论用公投的方式，也是其他的方式，表示台湾人大多数意愿的时阵，执政党无理由无来尊重咱台湾人民的意愿。到这时阵，台湾人也咧丢啥物？台湾人也咧惊啥物？是毋是在惊伫中国投资？也毋是？是毋是惊中国的飞弹？也毋是？伫即期台湾新闻学内底有一篇小说，互我读了感触真深。一个大学生要毕业，问伊的老师：台湾将来是毋是有机会？迄个老师甲讲：伫我即代无机会，检彩伫你即代也无机会。望咱伫咱的子孙的时代，检彩有机会。我看了真悲观。若是到50年后、100年后，台湾有机会，迄毋是机会，迄是啥物款的机会？伫10年内，台湾也无机会。你我也伫地的时，台湾也无机会。要听候到啥物时阵才有机会？
时间无等候咱，咱呾已经等候50年久，时间无遐尼耐性在等候咱，历史也不是在等候咱，咱若毋爱互历史留伫后面，伫人类历史的内面，互人袂记哩。咱若毋爱安尼，咱着爱觉醒，咱着爱成做新的台湾人。咱若成做新的台湾人的时，愈侪新的台湾人的时阵，咱已经行出新的台湾的道路。以上。感谢梁志，梁志读即趴真长，真感谢伊。梁志读的即趴，大家敢有啥物意思要讨论？像要安怎甲伊称呼啊？台湾队的。你好，我敢会使请教内底有一项顶一趴嘛有，敢无？迄阵也袂好问，检采这是啥物意思？伫咧伫我即下无的确。无的确。好，多谢。好，感谢你。请问要安怎称呼你？带乌蝶就好啊。乌蝶，好。第二拄则有举手。我要问迄个准算迄边啊，就是即边若是读算小，敢会通？无出声就无算小，安尼敢会通？大家讲怪怪，还是敢若我感觉怪怪？算小敢若动词呢？准算较接听诶。这段难。歹势，对，我若是看这字，我可能会想是我嘛是会读准算诶。以上。若读算小，我嘛是较无语感。若是要照迄个汉字来读吼，可能有人会读算小哦。只是毋知影讲即位作者，因为即篇吼是演讲书，有人经历过嘛，所以这可能毋知影啥会当回答即个问题，就是伊当初在讲即句话时阵是读准算还是读算小安尼？这个可能目前是无答案诶。无要紧，有无共款诶讲法，咱会当提出来做参考。遮若甲念做无做数，若是感觉会通。拄顶有收。要查一下。若是查台文若是查这两字，就是敢若有算小。若是查华语做数嘛查无。做数嘛查无。哦。算数嘛查无。若查华语应该嘛是无安尼讲。对啊，这边意思应该就是准算上话啦。安尼感谢，大家感觉有意思要讨论。梁志读即趴真长哦，感谢。感觉有啥物事要讨论？大家今仔日拢无问题，因为要读白话字吗？无嘛，歹势。大家要读，敢是要读白话字？咱阁有最后一趴，好吧紧。来，最后一趴，敢有啥物来甲咱读？乌蝶，你敢有要来甲咱做伙读一趴？我会当试看卖，毋过若读了无好，大家来 Kiki。我开始。好，感谢。参加即个228纪念会，最后我有一个真大的感想。今仔日在座兄弟姊妹，无论啥物宗教，拢来伫遮，无分你我，总是毋是咱伫政治行动顶面，会当亲像安尼，会当亲像在纪念228安尼。无论你的宗教背景是啥物，无论你的政治意愿是啥物，若是你关心台湾的将来，保有中国清洁的新的台湾人，咱敢会当做伙来甲做代志，做伙来做较侪代志，做伙相即来讨论，相即来辩论，相即来行动，相即来行出来。这敢毋是咱伫纪念228上大上深的意义？52年前消失伫淡水河底台湾的精英，52年前消失伫基隆港
家人港海底的咱的台湾的前辈，也有其他2-3万的台湾人伫山顶、伫边、伫海口、伫真侪所在丧失性命的遮的人，因即马在天之灵咧甲咱呼吁台湾人着觉醒，咱是毋是伫999年20世界的上尾一年，世界历史要进入21世纪的时阵，咱毋知会通回应咱遮的先辈，讲咱台湾人要觉醒起来，会通觉醒起来，好搭相接来行入21世纪来创造新的台湾，因为阮已经诚做觉醒的台湾人，已经诚做新的台湾人，别人的台湾人讲的，甲小的国家的2800万人民的台湾，即个国家敢会毋是会歹势，我读袂出来。毋望咱利用今仔日即个机会来诚做新的台湾人，新的台湾爱挖苦，较侪新的台湾人来行出来，来做出来，来创造出来。多谢大家。好，感谢乌蝶，读了真好。乌蝶读的即趴，大家敢有啥物意思要提出来讨论？伫即趴第5抓，系第无有中国情界的新的台湾人，迄个读情界。啊，伫咧第6抓，做伙相聚啊，即是我会甲读做小甲。毋知影大家会看我啥款？我会读三甲。哦，好，安尼有无共款的读法咯？毋过有有一个词读了毋对呀，世纪。啊，后点拢读世界，是世纪吼。啊，过来，台湾人敢，迄字是袂，毋是会哦，敢袂，毋是袂，尔定，吼，尔定。啊，过来就是要甲乌条建议者吼，你有读了真好，啊，但是有一寡变调吼，我会安尼变，你若像讲，无论你的宗教，你念宗教背景，我会念宗教背景，吼，迄个教我会变调，过来关心台湾的将来，我会念关心台湾的将来，啊，过来，搁下骹迄较侪代志，迄个念较侪代志，啊，过来搁下骹有一个呼吁，吼，啊，过来过一撮，咱毋知会当回应，你读回应，我会读回应咱遮的先辈，吼，好，啊，过来同尾啊第2撮，你念挖客，啊，遮我嘛甲变调，我会甲讲爱挖客较侪新的台湾人，好，以上。好，感谢良知。啊，大家感觉有啥物意思要提出来讨论？啊，大家还是讲对即篇台湾人着爱觉醒啊，即篇文章读了敢有啥物感想？奥斯卡请讲。迄个毋若定是啥物意思？我小可无清楚。娘，歹势我无听你。若定就是娘。哦，娘。感谢。感觉有大家即篇敢有啥物意思要讨论？还是你读即篇有啥物感想？还是你有无共款的讲法，拢会使。拢无好，大家就是要读白话字，我知。好，白话字立场，即篇伫台湾通信特刊366页开始，线顶第49期第8页，大家感兴着啊？好，立场第2根先摆伊写的，啊，即篇文算是第文，伊敢若有4趴尔。第1趴，敢有人要来读看觅？奥斯卡，你敢要来试看觅？好啊，但是我会顿地哦，我试看觅呢。讨论台湾问题的时，咱有可能有2种态度。第一种是用较顺的态度，也就是
也就是用也就是用社会分析社会分析的方法来去记录台湾的记录台湾人的甲事。第二种态度是用运动者、改革者的立场，用被压迫者的观点来者的观点用被压迫者的观点来发言，引起较这引起较这人来引起较济人改变原来政权无合理原来政权无合理的差别待遇政策。感谢奥斯卡，大家袂歹哦。奥斯卡，读来一趴。你讲过来一趴是？毋是，我是讲你读个一趴，大概有啥物意思？当提出来讨论。阿牛是毋是有话讲？阿牛。第二抓，迄是学术的态度。感谢阿牛。大家讲有啥物意思要讨论？因为是白话字，所以应该是声调，还是变调？敢有啥物所在？要讨论呢？无吼。歹势我有。你有哈？怎讲？第五抓用伊是讲用社会分析的方法来记录台湾人的台湾的人甲事，台湾的人甲事，人甲代志就对，是这意思。是。迄个第三组吼，第三组来记，伊是写量嘛，但是咱一般来讲，咱拢讲记录。但你写的顺你就是爱写记，迄落爱188条。读是读做记录，这是较一开始的时阵，我拢定即个拢拍袂出来，久了就惯势就好啊。感谢勇气。刚刚有要讨论的因素，无吼，安尼第二趴敢有人要来读？一趴较短我来好啊。感谢大家先甲即个位置让互我，好，安尼我开始啊。做一个台语白话文运动的参与者，我认可对台湾语言问题的看法，采取第二种态度。虽然安尼做有时真个人愿，但是只要是对台湾文化的提升有帮助，我欢喜安尼来做，也只有安尼才会当互我家己得到成就感。以上。感谢小嘉。我刚才掠着一个尔。迄个态度第三段。我感觉这就是读白话字的好处。这若看汉字，我可能嘛掠袂出来。毋过看白话字，随看随掠包。感觉有无吼？第三趴甲第敢有人要来试看觅？爱打出来，才会进步啦！鼓励大家加减啊读，大家当做练习。我来好啊。台湾学生是台湾社会
改造的希望，所以我会特别爱知影学生社对台语的态度，也爱甲学生社的朋友互相鼓励。台湾爱徛伫被压迫者的立场来看台语的问题。以上。感谢暗讲者。大家敢有啥物技术要讨论呢？无吼，好，第4趴较长，敢有啥物来读？阿杨。好，我来读。台湾囡仔袂晓讲母语是外来政权国语政策压迫的受害者。伫日本时代的前期，台语已经经过多久社会语言共同化的自然过程，成做台湾人的共同语。国语伫台湾的流行，完全是外来插政府政治压迫的结果。若是去认同中国话做台湾人的爸母话，就是认贼做爸。其实台湾文化界内面，就真侪即种认贼做爸，佮家己毋知影通悲哀的人。但类中篇小说李石头的古怪病内面反中国病的主角李石头先生，就是一个认贼做爸的台湾国语人。伫咱的四周围，世界拢会当看到有即种倾向的人。好，感谢杨。阿杨读即趴，大家敢有啥物意思要讨论？倾向的人。好，感谢梁志。倾向，所以是第5条，倾向的人。第3条，倾向。即种倾向的人。嘿，读出来就变，你读的时阵就变即种倾向的人。对，无错。所以这就毋免变调。第5条第一个爱变啊，倾变第5条。伊变起啦。我是讲向就毋免变。向免变。好，了解。感谢梁志。敢有技术要讨论？迄个第6章，外来插仔甲政府应该是连做伙啊，插仔政府。感谢第6。感觉有，其实这篇较短哦。大家有看过陈瑞先生的这篇小说？无呢。大家这篇读了，敢有啥物感想？有呢，我感觉有迄个鱼仔为迄个胃环顶跳入去的感觉。什么意思啊？因为汉字读得介艰苦啊，因为汉字有当时啊，你搁爱去转看，你即个音读出来是交迄个意思共啊无共，就感觉鱼仔是毋是伫水底咧游？爱伫环顶就伫遐跳久就翘去啊！跳水就感觉足爽快啊！毋过其实，白话字全部拢是白话字的，其实无真济啊，所以咱后摆读嘛是汉字为主。若有白话字，我会先拣安尼。减仔读啊嘿，减仔读啊，因为无真济篇。大家感觉咱读册会今仔日安尼，感觉安怎？暗讲者请讲。敢会使卡梁志参详一下，因为伊的手机拢会有 echo 啊，安尼伊若要斗读的时阵也是拄有人卡伊做伙验麦，会干扰啊。敢会使拜托迄个梁志挂一下耳机，安尼可能会即个问题可能会较好处理。感谢。好 ，OK， 无问题。感谢梁志。大家对读册会敢有啥物
建议，还是感觉安尼敢好？我搁分享一下吼。今日有一个新的朋友是迄个拿心，我毋知安尼念对毋对啦吼。伊应当是卡网站顶悬有人去回应迄个什么台湾霹雳火迄篇有去回应，大家若有趣味会使去看卖，啊嘛会使邀请拿心来现场甲咱分享一下，毋知敢有意愿？拿心你今仔日敢有方便念麦？拿心的台语其实讲了真好哦。好，学着请讲。歹势，我头一摆参加恁线顶的读册会，我感觉会安尼真好，会当甲大家学习搁较济，增加我家己讲台语的机会。啊，我请问恁是拢啥物时阵会开即个读册会？阮逐礼拜10点拢会举办即个台湾通信30档纪念日间的读册会。好，多谢你。袂，我差不多拜四的时阵，我就会打文章讲咱即礼拜要读倒一篇安尼。欢迎你来。你敢会使甲阮自我介绍一下啊？因为你是头一摆来。我就大家当叫我学蝶。我嘛是对台湾有关心台湾的未来，希望搁较济台湾人会当对本土有历史啦，有搁较济了解安尼。感谢你。你是倒位的人啊？我是台北来学遮的人。你是台北的人。好，真感谢。希望你逐礼拜拢会当来参加。好，我尽量，谢谢。那心，你敢会使讲话？好，大家晚安。心你好。敢有听错？有听到。拄则迄是按公照吼。我有去看咱即个读册会的网站嘛吼。就有对咧，虽然无参加，毋过嘛有甲文章读的安尼。迄天先分享，先回应迄个台湾霹雳会的第一篇吼，佮先伫咱的第6回啦。是互家己一个功课啦。我是想讲，我若读的，就要来写一点心得安尼。因为逐摆鸟豆拢会问讲敢有心得，就会当去遐回应一下安尼。好，感谢。就感谢咱心妹，咱心弟。所以大家若是有闲会使去咱的网站看第6回读册会的文章，你就会看到咱心弟下骹有回应伊的想法安尼，以上。感谢大家。大家敢讲啥物想法要分享？要建议？我有一个小小的想法，我感觉今仔日咱读迄个白话字的效果真好。我想讲，若是因为即摆咱看到的白话字是毋是较短？迄个字无，迄个文章无遐尼长安尼。是。那我想讲，若是有去精选着一篇白话字，甲一篇较短的汉字汉语安尼，我感觉即个 combination 袂歹，即款组合袂歹，所以咱会使有机会着捌试看觅。以上。我见文章的时阵尽量啦。好，安尼大家若无问题。感谢大家今仔日来参加读册会，咱逐摆读的文章讨论的意思，你有啥物想法看法，拢会使写你的感想，发表伫咱读册会的网站顶悬。真欢迎大家来写出你的想法，来互大家了解。感谢拿心得，请大家用台文写罗马字还是汉字拢会使。咱即个读册会的网站顶面，会用你看到相关网站。若是对台湾相关有趣味的人，会当看卖。若是有想要买即本通信30档纪念日刊的人，嘛会使伫网站的内面关于找到要买的链接。感谢大家今仔日来参加即个读册会，大家晚安，下礼拜再会。大家晚安，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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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大家再会。